歹人就毋是安尼。所以审判的时，歹人会互上帝算账。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伫看顾。当心来祈祷，创造天地的主，听阮的天父上帝，阮要学罗你的名，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无快快生气，阁有丰盛的慈爱。你的慈爱较悬过天，你的诚实到强冲。透早的日光是你赏赐的，暗时的安眠也是你守护的。这个热天，风台甲大雨落伫阮的土地，田园家市厝内，拢是你手所看顾。阮伫遮谦卑来到你面前，用阮的心拍开互你。天父上帝，阮就先承认阮的罪。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阮。照你的丰盛的怜悯，撤销阮的过失，将阮的罪恶一尽洗除，也洗清阮到无罪。阮承认，阮的嘴会侮辱你，阮的心又搁离你远远。阮的手会奉献，阮的骹又搁行家己的路。阮看到。厝边的艰苦，阮越头行过，阮听到软弱人的哀叫，阮夜坎健康。阮的社会有烧薰，有烧济，有讲白贼，有贪心。阮世界看到人的心受着拆离，意见无共的。就变做对敌，本来已经做伙的，煞行做两边。主啊，阮毋是无份的人，阮嘛有份。阮的心内嘛有骄傲，嘛有定别人的罪的意念，嘛有无愿意好好的心。求你赦免，求你怜悯，求你互阮创造清气的心，互阮的内面有活心。正直的神，上主啊，你有假时，有疼你的时，有补天的时，有静静的时，有讲话的时，有疼惜的时，有怨恨的时，有交战的时，有好好的时。听阮的天父上帝，这是补天的时，这是静静的时，这是疼惜的时，这是好好的时。愿上帝保守。保天台湾，互阮通过时个消灭彼此的对敌，互两边行做一体，通甲上帝和好。天父上帝，这也是起造的事，阮要重新起造阮的城墙，亲像尼希米重新起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阮要重新起造阮的教会。兄弟姊妹聚集的所在，阮要重新起造阮的圣殿，基督的圣殿。上主啊，因为安尼，阮要在列邦中感谢你，唱歌学录你的名。阮要就近你，也亲像外少，去做心灵的厝，做神的祭司班，来显心灵的祭，对耶稣基督。为上帝欢喜接纳的，阮身摆列以上的祈祷。阮即时嘛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灵讲。
请做伙来公贴上帝的话，记在你旧约列王记上第2章第1节到第4节，台语圣经362页。记在你旧约列王记上第2章第1节到第4节，台语圣经262页。大卫要死的期君啦，就吩咐伊的囝所罗门讲：我得要行世间正人所着行的路，所以你着勇敢做大丈夫，守耶和华你上帝所交代你守的，行伊的道路，守伊的律例，伊的诫命，伊的法度，伊干净的话，照所写伫摩西律法的册里的，安尼你无论做啥物，无论去倒落去，拢会顺风。耶和华应验伊所应允我的话讲，你的子孙若谨慎伊的路，尽心尽意诚实，行伫我的面前，就你的后裔。在以色列的国位永远无断。请王明哲牧师讲道，题目是伫信仰顶的传承。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有听到我的声无？哦，还是我较悬一点啊，离这个麦克风较远吼。好，今日真欢喜哦，就是代表这个七彩中华教社部来到中山教会来到大家今请安报告吼。真感谢大家过去对伫无论是中华教社，也是七彩中华教社部的事工的这个关心甲带导吼。伫这几档吼，就是讲咱的七彩中华教社部其实有。增加较无共款的事工吼，可能以前咱讲着教社部就会想着讲是去咱讲的净滩咯，毋过即马阮为着讲望讲甲即个社会足侪遮的议题有做伙连结，所以阮有做即个甲总会所推设的即个民防的训练吼，也是即个228的纪念活动。当然即个环境议题对即个净滩哦，行到可能是进山，佮有其他的。还有做即个社区糟蹋，也是即个机构的关怀，也是咱讲拄着即个灾害、即个受灾的即个关怀吼。所以特别咱嘛伫这几档就开始甲即个咱的咱知影七彩中华有大个区会，所以咱甲即大个区会就是讲，互因大个区会去举办即个小区的即个事工吼，像即个进山伫今年我记北市区嘛要做即个进山的即个活动吼。所以伫咱即个公益甲防卫这议题吼，就是咱伫去年有做即个后盾计划吼，即个灾害应变的工作坊吼，伫台北甲宜兰台北甲宜兰拢有做吼。伫今年的部分的话，咱嘛有做即个70周年即个228的礼拜吼，还佫有伫咱即礼拜拜六就是咱有做即个防灾式的培训。因为为虾米要做即个部分，是因为政府希望讲。咱的伫台湾人民有即个防灾的即个意愿吼，无论是拄着灾害等等的，若是你有即个技能、有即个证照的时阵，伫发生灾害的时阵，你才会当去斗相共。所以阮有咧推设即个防灾式的即个培训训练吼，伫每年嘛会做一个扩大的即个部分吼。环境的议题，咱拄则有讲过哦，即个净滩甲进山的活动，这是2014年即个北市区举办即个进山的即个活动吼。伫社区的部分呢，阮就是，若是拄着即个风灾，也是水灾，像2024年有即个山头风台的即个受灾户哦，有到伊即个厝去做即个清理吼。嘛有伫即个可能一寡咱的会议中间有迄个意外灾害时阵，咱嘛去做即个关心吼。咱嘛是对伫即个地区即个事件会当去糟蹋。伫去年即个咱讲的嘛，泰安即个堰塞湖的即个灾害中间，咱的教社户嘛有送即个物资对台北送去即个花莲吼，一车去到花莲去关心。佫有咱伫即个
去年年尾时阵，伫即个苏澳地区，咱讲的即个凤凰风台即个水灾吼，有足侪遮个受灾户，特别伫即个苏澳地区，伊迄较低洼的所在，其实拢淹水淹甲足严重，所以我嘛有去现场安尼关心来倒吼，嘛会当支持帮助因吼。所以咱然后咱嘛伫今年的部分吼，特别伫今年的部分，因为有咱嘛想讲，因为当然伫即个灾害发生的时阵，有即个政府单位有即个咱的即个可能乡镇施工所会去斗相共，但是灾后的一寡清理嘛是需要咱的受灾户家己去清理，所以阮嘛提供就是伫即个北部，也是嘉南，也是伫宜兰，咱有即个高压水枪哦，就是若拄着遮个灾害要清理的时阵，当做即个部分。所以今年嘛做了即个演练吼，阮嘛讲会当帮通过教社部微细开力会当来帮助进教会吼。所以感谢兄弟姊妹伫即个中间为着教社部是即个社会事工继续来关心哦。阮嘛讲咱同齐，毋是只有当然来倒尔，咱嘛会当做伙参与，做伙来关心咱所徛起的即块土地台湾吼。伫咧进入到今日即个分享进前，咱做伙三角来祈祷。遐来主，阮感谢你，你的恩典时时刻刻拢甲阮三角做伙。阮知影，阮真做就基督徒，阮时时刻刻要群对你。现在我们要做伙来领受主你的话，也相信主你的信心的引带，帮助阮，无论是听的也是讲的，我们伫即个中间得到造就甲鼓励。阮的感谢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伫今日甲大家分享的即个经文哦，是伫列王记上卷第2章第1节到第4节，主题是伫信仰顶的反省吼。会甲大家分享即个经文，是因为我所服侍即个义工教会哦，阮所用的除了有即个新眼光的读经，其中阮伫即个每工拢有搁加一个即个咱讲的每日话做即个读经本哦。阮伫即个每日话做读经本，因为阮考虑就是讲，就是教会可能有一寡年长的兄弟，若看迄个纸本的读经本哦，可能伤细看无，所以阮就是甲一个团体伫即个中南部叫做活水涌流的团体，因有几间就是讲几间教会，就是每一间教会负责每一工的即个读经的内容，然后用即个录音的方式，所以阮每一工拢会伫即个就是短10分钟的时间，伊有读经文，后壁就是针对迄个读经本内面的即个经文的思考甲见证来做分享。因为阮想到就是讲，当然咱会想讲即个读经教材会当互牧师长期来做，但是阮嘛希望讲兄弟伫即个中间通过读经做伙来参与，所以阮伫录音的过程中间，除了牧师甲长老以外，嘛邀请即个咱的兄弟做伙来录音，通过录音，伊就会当来分享因读过即个经文，甚至因伫生活内面的即个见证分享，互大家会当了解，就是讲咱所读的经文是会当帮助咱甲咱生活有结连吼，所以这是阮即马做的即个事工吼，所以用即大经文来加做即个，就是即每日话做即个进度来加做读经的进度嘛，加做伫即个讲道的进度，所以才会伫即中间用即个经文来甲大家做分享吼。所以咱伫今日经文进前，咱小可过来一摆了解一下，就是讲列王记即个上卷甲下卷吼，就是爱做伙来看，就是伊即个规本册即个大概的内容吼。所以其实咱来讲列王记即本册伫即咱的即个新教伊归列在伫即个历史的册内面吼。即本册咧讲啥物？对头到尾就是咧讲即个大比伊王朝的即个命运吼。嘛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以色列人对遵从主到不断反背主的即个过程哦。意思最后主用即个神圣的审判互即个民族对真强到伫衰微哦，即个过程然后伫即个中间嘛看到当然伫列王记下卷最后有讲到即个约雅斤吼得到赦免这是搁一摆转去到讲主甲大卫所立的约。是有永远价值，就是主永远拢等待以色列人活转到伊的面前吼。
所以伫即个地方记上悬甲下悬，咱会当分做3个部分来看吼。第一个部分就是对地方记的上悬第1章到11章来讲着，这是即个所罗门的历史吼，讲着伊的伟大伊的智慧，安怎来处理即个国境，来安怎去做即个圣殿。总是咱看到对即个第11章开始就，虽然就是讲所罗门的心，因为伊所带的遮外邦的遮女子吼，开始活转去其他的生命，吼，所以伊统治国家的权力嘛开始衰弱。第二个部分就是对地方记上悬12章。到伫列王记下悬17章的即个内容，这是讲到2个国家的即个历史，就是咱知影讲后来以色列分裂做北国、北王以色列、南国犹大吼，即个历史。伫遮介绍每一个王所做的代志，以及伫即个中间先知的即个行动。最后一部分就是对列王记下悬17章，到伫列王记下悬25章，咧特别讲到即个南国犹大。迄个大王的历史吼，所以伫即个历史内面，咱会当常常看到，就是讲，即个作者会安怎用一个王做啥物做上帝眼来看做对的代志，也是看做毋对的代志来分别讲，倒一个是好的王，倒一个是歹王。但是即个好的甲歹的即个分别是在伫主的即个价值，所以伫即中间。真做最后一个主题吼，所以这是大概即个内容，互大家所小可了解者。所以咱今日所讲的即个就是第一段的内容，就是即个所罗门的即个历史哦，伊要开始来接续伊的老爸即个工课，真做一个新的王吼。所以伫即中间嘛是即个代表伊伫人生的最后所做的即个代志。所以通过今日经文，咱第一个小部分要来甲大家思考，就是讲，其实咱讲到伫信仰顶的传承，其实有诶时阵，咱需要伫安怎思考讲，咱伫人生的一寡阶段，特别是最后的阶段，爱来做一寡准备哦，做一寡准备。咱会当看到讲，咱知影人伫生命顶的结局，拢是行往死亡吼。代表虽然伫圣经内面特别强调讲，伊是合主心意的人，共款伊嘛爱安怎？伊嘛爱死，嘛爱死亡。所以咱知影讲，对伫人来讲，无论伊的身份怎样，人生最后道别吼，对伫人来讲是一个毋艰苦的时刻。总是道别，毋是离开，嘛毋是放袂记，是互安怎？是互彼此的心有准备。带着祝福，互彼此的性命行往一个新的阶段。所以这是一开始，这是代表伊现在要做的代志。所以咱看到伫经文的开始哦，第1节到第2节，代表短一句话表达出伊接纳家己的状态。伊讲安怎？我着要行世间人拢要行的路，并且甲即个所罗门劝勉讲，你着坚强做大丈夫吼。所以，咱伫即中间，咱看到讲，代表讲一段话意思就是讲，伊接纳就是讲，现在我嘛要死亡，但是所罗门你接续我的王位，你爱坚强，你要安怎来做？所以，爱望所罗门会当勇敢迎接真做王要面对的挑战。所以，代表伫人生的即个阶段的中间吼，其实咱会当看到讲，甲咱共款吼。有即个成功甲失错，咱伫人生的中间有好的部分，嘛会就是较无好的部分，伫咱的生命内面吼。所以这条我想着讲，伫即个心理学家吼，即个Eric Erikson， 伊有讲到一个部分，就是讲人伫生命的八个阶段就是用即年岁来分别吼，就是可能对0到1岁时阵，伊就有一个核心的课题，就是讲，伊会敢会当信任讲，我会当信任即个照顾者，因为咱知影讲，婴仔一出世就受照顾嘛。但是如果伊若受到较好的照顾，可能伊伫未来发展就是讲，伊会当信任别人。但是伊若无得到好的照顾，有可能伊伫未来发展就是讲，伊会较无信任别人。
所以课程有8个阶段，然后这第8个阶段拄好是甲大比的这个年岁，甲咱今日讲的主题有关系，就是65岁以上，就是伫第8个阶段要面对啥问题，就是讲伫我一生啦，我会当讲这是一个值得我活过人生无，活过的人生嘛。所以伫这个阶段内面，其实人会去思考，就是讲我活了安尼久，我的人生敢有价值？有啥物成就等等。所以有人可能就会用讲可能我的财产偌济，我的即个身份是怎样？我的囡仔读册安怎，家庭安怎来定义因一生的即个成就？然后去伫即个过程，就是讲咱去做一个整合过去的经验甲回忆。当然伫即个想的即个过程中，有可能安怎？你的结果是安怎？你会当有智慧甲感恩，才来就是讲因为咱可能有基督信仰，就是讲感谢主，互我这一生拢平安，互我囝事事拢真好势。但是有可能是后悔甲惊吓，为虾米？我可有啥物代志无做着？我的家庭哪会安尼？我的囝儿拢无伫身躯边等等的，就是有即款的即个有即款即个发展吼。其实伫即个理论的中间就是伊讲即个理论，就是讲有一个思考的即个议题，就是即个年岁碰到的，然后伊通过去面对即个问题，会产生一个正面甲负面的即个结果吼。所以对于即个理论来看，咱会当看到讲，大笔伫人生的最后是学习啥物？放手，交托互所罗门，接纳家己的现在状况，嘛知影讲伊一生的价值是啥物？袂搁掠着讲现在伊搁要掠着家己的即个王的成就吼，伊才会当将伊人生看做上重要的价值，甲主的关系传承互所罗门。为虾米安尼讲？咱今日所读的第30甲第40经文，代表毋是先教因的囝讲，你要安怎治理即个国家？伊大声讲，你爱尊塔甲主做伙行，爱所罗门将伊人生的目标放伫主的身上。所以这是代表伊伫最后的阶段，伊得到答案，所以伊大声要求传承给所罗门的就是上主，就是甲主的关系。那位亲爱的姊妹，虽然今日咱看到这段经文是代表咧传承，是伊的传承是伫人生的最后阶段才开始准备。不过，咱通过这个部分来做伙大声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讲，当咱未到伫人生最后阶段的时阵，当咱会当思考，会当去行动的时阵，咱是毋是就要开始去做准备？面对人生最后的未来、最后的部分来做准备。特别我要分享一个，就是咱知影讲，伫政府咧推销即个长照3.0的即个内容内面，有一个部分真重要，就是即个人性的课程吼，人性的课程。即个人性的课程就是讲，伊规定即个可能就是社区的据点啦，伊毋是只有上一寡才艺课，一寡知识课，伊嘛望讲。甚至是要求讲，即个据点爱去上即个有关人性的即个课程，帮助即个才会来到据点上课，才会长辈会当去思考人性的即个问题，吼，人性的即个问题。我知影是讲，即马台北市甲新北市拢有强制拢爱上即个部分，至少一个协会可能大概上几遍即个课。然后即个伫即个义工教会去年拄好有甲即个虽然阮无协。即个社区的据点，但是阮有举办即个中正人性的课程，叫做引法自主吼。即个引法自主是即个吴信如老师伊对德国，伊去学习即个德国因安怎去照顾即个中正的即个人性的部分，甲即个部分带倒来。即个人性的课程咧讲啥物？咧讲着讲人的一生的即个去回顾伊的价值，到老的时阵伊阁有尊严无？咱到老的时阵阁有尊严甲价值无？有人摇头，一定。所以伫这中间，这个人生课程其实要帮助中者去找出答案，就是讲，无论你即摆的身躯怎样，无论你现在即个外在状况怎样，你嘛是有一个价值伫这中间。我拄则讲的就是讲，咧回顾以前时阵，像有人会讲我的囝儿无伫我的身躯边，甲因栽培遐大汉，可能伫国外。但是兄弟姊妹，你敢有想过，
如果你甲你的囝儿栽培遐好势，会当伫国外生活，这毋是你当初的即个愿景嘛？啊，这毋是你的价值，但是你的价值的付出的代价是啥物？你爱承受迄个孤独，你必须要承受那个孤独。但是，这个囝儿会当有这个成就，是你的价值。所以，这个人生课程就是帮助咱的长者去找找人生的价值，并且去思考一寡问题，可能是即个财产啊，搁有即个病痛，也是讲即个咱的人生的最后顶遮个课题吼。所以伫这中间，阮伫去年举办这个课程，即套的教材，就是讲，阮嘛讲，兄弟伫健康自由的时阵吼，你会当去经历、去认捌你的即个可能心内一寡遗憾，也是一寡可能你感觉讲无价值的物件，会当去超出到有价值。所以，这个课程重要目的就是讲，阮嘛讲，伫每一个兄弟进入到年老的时阵，会当维持尊严。会当照顾好家己的性命，并且去经历过去性命遮的遗憾，嘛学习安怎伫人生的最后做准备。人生的最后做准备，为虾米人生的最后爱做准备？咱人生的最后拄着啥物会破病嘛？会有即个可能较现实着讲，可能会分财产等等遮的问题。啊，特别咱来讲破病的时阵，有的时阵可能咱教会兄弟有的时阵，甲牧师做去探访的时阵，拄着。可能一寡兄弟病危的时阵，病危的时阵，兄弟无法度决定的时阵，送来决定要安怎救家属，对无？家属来决定讲，我的爸爸妈妈要安怎救，安尼咱自然就分成两派，一派要救，一派不要救。但是结果毋管是安怎，最后等即个救完也是救完了安休，拢有问题，就互相。安尼怪来怪去，所以伫这中间阮伫这人生的课题就会讲，比如讲伫人生最后，若面对这个问题，你会当做啥物？咱就会讲你会当去甲现在病院咧推销即个病人自主法，就是讲你会当决定讲，你伫即个最后的时刻要不要插管，要不要喂食等等的，因为是你在生的时阵你就决定嘛，所以医生会按照迄个部分来做这个处置。就袂甲这责任撒去到你的囡仔的身上，所以这嘛是伫人生中间做这个准备哦。当然我这是举这个啦，因为这个课程的内容较丰富，只是互大家知影讲，其实咱伫人生中间健康的时阵，会当思考的时阵，会当行动的时阵，咱需要去做准备。特别兄弟姊妹，咱伫信仰内面也是做者上帝的话，这是主安怎备办安怎恢复。伊伫咱身躯顶有诶即个形象，嘛，互咱学习怎样大生伫天顶诶即个生活。所以，咱学习主诶话，其实咱毋是只有知影尔，嘛爱家己到咱生活中。所以，为着人生来做最后诶部分来做一个准备，嘛是上帝伫即个教导内面毋望咱去做诶。所以。并且嘛，通过做话帮助咱搁一摆思考，就是讲，咱伫咱现在生活内面，爱像早前军队做诶人共款，用谦卑活转向主诶心，知影讲主诶话是一个上好诶礼物，嘛是咱会当传承互囝儿是一个上好诶礼物。这嘛是囝儿代笔一开始所罗门所要传承诶物件。所以遵守主诶道，其实是。咱伫即个生命传承内面上好即个礼物吼，咱会当看到讲，代表水蟒是一个王，水蟒是一个合主心意的人，但是当伊年老的时阵，身体无好的时阵，伊的第四个囝阿多尼亚嫁无要来得到一世王位，所以当然咱嘛知影讲，这是伫足侪国家内发生真紧。毋过，咱若来看代表的一生吼，一生的中间其实充满侪试炼。伫遮做王的进前，伊拄着啥物？所罗门要甲伊，歹势，扫罗要甲伊杀，有甲伊有冲突。遮做王了后，佫拄着啥物？伊的囝押沙龙要甲伊反背，伊佫逃走，佫转来。年老时佫拄着讲家己的囝要争取即个王，即个遮做王的即个问题吼。所以，咱会当看着讲，代表伊伫即个圣经记载的故事内面，伊的。即个环境变动非常的大，非常的大。但是，伫即个变动的即个环境内面，代表安怎选择
将生命的焦点放伫主的旨意，所以伫这中间，伊要甲这个王位传互所罗门的时阵，伊是嘛甲主做一个讲话祈祷。伫这个列王记上元，第1章48节，伊讲。上主以色列上帝应该受称赞，因为伊有赏赐一个人，今日做我的位，互我亲目睭看到。这是伊对上帝感恩的这个祈祷，伊无毋敢无丢度。所以为虾米大比会讲这个话？因为知影讲，今日所罗门要食做王，拢是出自主的主权，包含伊的一生所有经历，伊的身份，拢是上帝的主权咧，甲引带。但是伊伫即个中间知影讲，伫每一个时期，伊若是将家己的心智、眼光发转到上帝面前，互家己的决定是合伫主的旨意，其实伊拢看到背后拢有主的即个稳定甲引带。特别伫犯罪时阵，伊嘛马上向主悔改，勇敢承认罪，带来责任。现在伊互所罗门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讲，毋是安怎去治理国家，是安怎去遵守主的诫命，谨慎生活，伫人生的道路甲主同行。安尼做的结果是主会实现大比对的应允。毋过，兄弟姊妹，当咱看到即个第3节甲第4节部分，咱会感觉讲，这是毋是一个交换就是所罗门去尊叹上主，主才会互伊稳定。有可能有人会安尼来看就是兄弟姊妹，咱知影讲，伫圣经内面，上帝要互人福气，毋是人大声做啥物，主才会赐福气互人。是人若通过遵守主的诫命，伊伫生活内面去实践，人才会当经验着讲，主所互伊的物件才是福气。主所互伊的物件，这是福气，因为你了解主的教导，当主互你遮个物件遐会经历时，你才会知影讲这是福气。如果当咱袂当理解，主的福气赏赐互咱的时阵，咱袂感受着是好的，反倒会感觉是重担。我就常常会举一个例来问兄弟姊妹，兄弟姊妹，你即马做礼拜有欢喜无？有哦，真的吗？好。我就用这个来鼓励讲，咱知影讲启示了，伫上帝国要做啥？每一工要做啥？敬拜上帝嘛，做礼就是讲咱讲的做礼拜。但是无讲其他的生活是怎样。所以我有时阵会本身就讲，若是你即摆有感觉做礼拜真痛苦，安尼你去到上帝国是去会欢喜吗？会欢喜嘛？袂当看手机因为无圣经无讲嘛，袂当看其他的物件嘛，袂当做其他的代志甲我讲。逐工咧敬拜主，安尼你要去无？安尼你要去大家拢咧笑。当然，这是即个君身笑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讲，如果你无去了解主的，无去经验着主的话，伫咱的生活内面，当主的福气临到咱的时阵，你袂感觉是福气啦，你会感觉讲，哪会主哪会互我即个全是气的。但是有的时阵，当咱了解主的话时阵，咱就会明白，迄个时阵主互咱所拄着的代志，其实是一个福气。所以，兄弟姊妹，大比伊有即个要求，等于知影讲，真做一个王是，伊愿意对主谦卑。所以，通过大比的行动，互咱学习就是讲，伫传承即个工作顶面，咱会当互熟悉，互咱囡仔，甚至是遮个较少年伫教会当中，什物物件，除了即个做代志的方法，除了即个咱讲的物质的部分，真正是啥物？爱勉励因去遵守主的道，但是这个勉励毋是咱直接甲伊讲，是咱家己本身开始去遵守主的道。咱伫家己讲话，咱伫家己的行为顶面，咱会当展现出这个咱讲的公义、智慧、听甲同理，咱所做的才会当带出这个祝福。咱会当看到特别伫耶稣的教导内面，伊所做的遮个医治、遮个服侍。拢是大声做一个啥物工作，同理遐个有需要的人的需要，伊才去做工，才去做教导，互因了解着讲主的话会开朗，互因了解着讲主是关心因的。所以，当咱伫咱的生活顶面真正活出上帝话的过程，咱所做的才会当带出这个祝福，咱会当真自然去遵守主的话。所以，自然咱的囡仔，咱的熟悉，
咱的较少年童工就认为讲，哇，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遮长辈童工，因伫通过做的话画出即个生活价值是偌尔啊美好，是我会当去传承去接受的。所以兄弟姊妹，因为有的时阵，咱讲信仰的传承，常常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啦，就是我甲你讲，你爱安尼做，就是咱讲的宗教。但是兄弟姊妹，咱人的心其实有一个咱讲的叛逆的状况，就是咱拢做爱甲人教导，但是当人咧甲咱宗教教导的时阵，咱袂会听。咱爱听的是啥物？是人会当同理，伫同理的过程中间，你就会当接受迄个人的即个话。所以信仰的传承，毋是一种意识形态传承，是通过生活，通过咱拄则讲的同理甲行为来传承互咱的事实。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无论咱的年岁偌济，就算咱即马年老，甚至有可能接近死亡的时阵，其实咱拢会当诚做别人的祝福，因为伫死亡的时阵，人讲要临终该当做啥物，其实就会当做即个咱伫即个关怀顶面讲的临终世道，做即个部分。有的时阵，伫即个一句话、一个行为，嘛会当诚做别人的安慰，诚做别人的祝福。所以，兄弟姊妹，祝福咱每一个人，咱伫基督信仰学习了后，会当传达出来，是安怎？互人看会到的即个信仰的生活，嘛，愿主帮助咱，引带咱伫遵守主的道路顶面，会当继续落去，嘛，通过咱的行为，会当传承互咱的细囝咱的囝儿，咱的遮的较少年童工，诚做因的祝福。咱做伙三甲来祈祷。听大主，阮感谢你，互阮伫今日领受主你的话，主你的恩典时刻拢甲阮三甲做伙。阮知影，阮诚做军队主你的人，阮需要时时刻刻拢来思想主你的话，思想怎样将你的话活伫阮的生活内面。虽然有时阮有失错，做事阮嘛愿意时时刻刻去调主你，嘛相信通过阮安尼伫生活顶实际主你的话，嘛是一个实际咧传承主你的道上好的见证。因为通过遮个行动，会当来互阮的囝儿实际，才会当讲了解着讲，即个信仰带互人的价值是啥物。嘛相信，阮伫即个实际时阵，阮会当诚做主的器皿，诚做一个祝福，来祝福阮的实际囝儿，也佮有遮个少年童工。主，阮感谢你，阮的感谢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最近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咱最近来读2解。守上主，你上帝所交代你守的，行伊的道路，守伊的律例，伊的诫命，伊的法度，伊干净的话，照所写伫摩西律法的册里的。安尼，你无论做啥物，无论对倒落去，拢会行通来完上。地心三节，守上主，你上帝所交代你守的，像伊的道路，守伊的律法、律例，伊的诫命，伊的法度，伊干净的话，照所写伫摩西律法的册里的。安尼，你无论做啥物，无论对倒落去，拢会行通来往从地上三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498首，498首，请起立。
请坐。奉献，请廖慧芬执事、陈秀娥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请掀开周报265页。消息报告，今仔日是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特别派王明哲牧师来讲道请安，咱感谢王牧师，请坐关心奉献。教会定咧8月30礼拜日上午10点30分，要在双连安养中心举行设教151周年的纪念礼拜。礼拜后要到餐厅来食饭，来分享。每一个人的费用是100块。为着要确定车甲订餐，请兄弟填这个报名表，来交予陈牧师也是长直。报名到今仔日为止。遗体关怀，展宏普兄7月31日亡主温调，定伫8月20日拜六上午9点，要带台北市怀爱馆至中礼厅，伫咧进行路1楼举行告别礼拜。下晡要去南口举行安葬礼拜，请为遗族来祈祷。请牧师补充报告，佮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顶礼拜有2个告别礼拜，咱今仔日遮个家族嘛有来到咱的中间，咱嘛继续为因祈祷。为着嘉芬姐的妈妈伫顶礼拜拜5举行告别礼拜，咱为因的家族祈祷。为着神奥之士因伫殡仪馆嘛举行告别礼拜，咱嘛恳求主保守，互咱为着遮失去至亲的家庭来祈祷。而且有2个补充报告，就是今仔日咱的少年组的遮
青少年伫1楼整理咱教会遮旧的册，互咱等者若去啉咖啡的时会当去拣，你若意爱的册，你就当摕转去。另外，我嘛有找着2箱的册，咱嘛会当去摕。一箱是即个地连坤牧师，以前咱的牧师地连坤牧师，伊所写的马可福音的即个注解，咱会当去摕。然后有展启胜兄弟伊所即翻译的即本薄薄的册，咱嘛会当去摕。所以你等下伫1楼看到你意爱的册，你拢会当摕转去。即是咱来看一个，咱后礼拜咱要去野外礼拜，咱有一寡补充的报告，你可能是开车也是坐车的，咱拢爱注意即个报告。咱请查生长老来报告。各位兄弟平安吼。这个说到151周年的纪念礼拜，咱即届是野外礼拜的形式吼。拄好嘛是歇热的最后一天，真侪学校拢伫假工就开学啊吼，所以可能对一寡家长来讲，可能这个时间是毋过这伫咱教会说到礼拜的纪念主日吼，所以咱即届就换到一个外口的场地，请后一下吼。咱即届选择的是这个3G 这个相连的安养中心的礼拜堂吼。嘛，即届选遮主要是考虑到有一寡长辈可能对遮有兴趣，毋过实在路途真较远吼，所以有机会会当互大家去遐个环境看卖一下吼。当然，咱即届我都入到内面吼，毋过咱伫因的礼拜堂聚会嘛，有即个机会伫边仔的遮会看到因外口的即个环境去熟悉吼。好时间是8月30早起10点半吼。即个是因为因礼拜伫之前因为咱通常去的时阵100外人、200人吼。因的差不多因的礼拜堂的量嘛，差不多遮大，所以无法度下面合作会礼拜，所以咱的礼拜伫因的后壁，因礼拜到10点，10点以后，咱入去差不多10点半开始礼拜，吼，对10点半开始，过来，吼，这也快，伊所在吼，当然咱是这个有包游览车去吼，毋过若有家己要赛车的吼，其实你的迄个导航就定位伫即个安养中心吼，就直接会当到啊吼。几届咱去吼，这导航拢真准啦吼。所以当然咱遮有写吼，家己赛车吼，行迄个灯辉大道经过即个圣约吼，圣约翰科技大学吼了，搁行吼，其实真好找啦，真好找。路边伊个路边是会当停车吼，嘛伫遮先呼吁一下，就是因内面虽然当停车吼，毋过因为迄天礼拜差不多早起开始就陆续有一寡家属会要去探访，所以咱先照顾因的家属的需要吼，停车位尽量外口迄条路是会当停车的吼，所以。到时嘛，请兄弟家己赛车去的兄弟小注意一下吼，尽量先停伫外口。好，过来。若坐车吼，坐游览车去的吼，咱的集合的地点是伫即个松山车头吼，头前迄个园林广场迄边吼。坐车的时间是8点30到40集合吼，50就要出发吼。歹势，50分就要出发，我讲到5点去。50分就要出发，所以请大家一定爱会记这时间莫超过，若超过家己赛车去，当然较紧，毋过行倒去赛车可能就袂赴啊到遐了，咱会当先到若时间还袂到咱带大家有迄个。去便所的所在，若嘛会当伫外口安尼小行看因遐的环境吼。当然，迄天礼拜中，咱嘛会请安养中心的人来介绍因即个安养中心内面的即个设施吼，会互大家理解讲因的即摆的经营的方式，搁内面的即个状况吼。好，过来中昼咱
伫即个海都市餐厅来做伙食饭吼。啊，伊地点其实嘛离即个安养中心真近，毋过也是驶车过较方便吼，行差不多1公里吼。遐附近其实迄个时阵嘛有请教咱建长老吼，建长老有推荐几若个真好的餐厅，毋过会当坐差不多超过10道以上的吼，就敢若即个海都市吼，所以当然嘛真好食吼，嘛是进前嘛有其他的教会去亚华礼拜的时阵嘛经伫遐吼，所以即个咱中昼食饭的所在就是即个海都市餐厅吼，嘛驶车嘛会当直接停伫因的对面的即个空地吼，转来的时阵吼，咱会若是看天气好吼，毋知大家有已经去过即个淡江大桥啊未吼？通车到呾吼，毋知你敢捌去过？若无，迄天天气好，咱嘛会当行对遐吼，找一个所在落来吼，来摄影一个吼，翕一张相的吼，做一个纪念吼。甲毋知来看迄天的天气的状况。好，所以报名费吼，真济兄弟已经报名，毋过嘛真济兄弟还未报名吼。就是报名最后一天吼，报名费吼，国校以上的吼，一人100块，国校以下无收钱吼。所以请把握机会吼，今日是最后一天吼，请大家紧报名吼。伊内面特别爱标吼，你是要家己驶车，还是要坐游览车吼，一定注明吼。好，迄天就欢迎大家吼，拜托大家做伙来咱的亚华礼拜吼。以上报告。好，多谢咱的补充报告。所以请咱后礼拜咱伫咱的教会，咱就无做礼拜啊吼，咱会去做伙去三支遐做。下礼拜，嘿，后礼拜佫会来哦。洪汤无来，后礼拜佫有来，下礼拜好来，所以请咱今仔日紧报名吼。好来，即是咱来公道，咱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各地宣教师，为着咱教会建堂，为着咱10月初4中级的改选，那么为着欢迎的姊妹如营、结余是咱第2场礼拜姊妹吼，那么恭喜恳求主保守帮赞，嘛为着身躯欠满伫厝里疗养的美玲、郑美杰、燕纯姐、应轩。文竹姐、怡丽、林水长老、慧玲姐、秀慧姐、金盆姐、雨婷、阿卡姐、明珠姐、方梅姐、俊行兄、丁友兄、岳娇姐、明理姐、道明兄、甲阿菊姐，互咱开嘴为着这个事，为着这个集体，今仔日咱嘛听见教会甲社会的关系，咱嘛做伙来关心，咱做伙来祈祷。主安感谢你，互阮正做一体。伫祈祷的事顶面，阮会当互相代祷；伫悲伤的事顶面，阮互相来担当。主啊，阮恳求你保守。伫这几个礼拜，阮有真侪的兄弟，这个家庭失去因的至亲。主啊，恳求你保守安慰因的心，互因会当对你遮来得到安慰。主，阮也恳求你来看顾阮的兄弟姊妹中间，有的身躯有病痛的，也恳求你祝福伊伫内心艰苦的，也恳求主伫因的内心来做工，互因会当得到信心甲安慰。主，阮也恳求你来看顾伫接受治疗的兄弟姊妹，无论是化疗也是逐样的治疗，主恳求你，互因用信心来仰望你，互因会当知上帝你固守因陪伴因规个路站。主，你无离开。主，阮也要为着怀孕的姊妹来祈祷，恳求你帮助这姊妹，互因的身躯勇行，互因巴肚内的胎也会当健康来成长。主，阮也要为着教会来祈祷，恳求你固守阮的教会，无论伫阮的建堂的时间，阮大院的时间，也是阮后礼拜的亚华礼拜，也是阮的中级的改选。主，恳求你拢保守，互阮兄弟姊妹意爱参与伫主你的圣工，阮欢喜来到教会做伙来敬拜你。主，阮也要为着阮的宣教师来祈祷，特别为着广福牧师因伫缅甸的宣教来祈祷，恳求你看顾因，保守因，互因会当因所欠缺，主你拢来补足，照着兄弟姊妹祈祷，阮的奉献来补足。
也恳求你看顾阮的社会甲教会的关系，互阮会当参与伫社会的关怀，也互社会会当伫教会内面会当来，无论伫甲教会的关系，也是阮教会合作的事工，主恳求你，互社会会当借着教会服侍来看见你。主，阮也要为着世界来祈祷。阮看见世界充满天灾、战争，也是各样的灾难。主啊，真侪人伫艰苦的中间，阮恳求你的怜悯，恳求你的医治看顾。主，阮也要为着阮的台湾这片土地来祈祷，恳求你固守阮的国家，帮助阮，互伊虽然伫真侪的安尼压力的下面，总是主恳求你固守阮的国家。阮也将兄弟姊妹新的一个礼拜交伫主你的手中，恳求主你的带领。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伫上帝所赏赐平安内面，咱来行平安礼。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主的荣耀，我因主的听信心来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主的荣耀，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这是来吟圣诗。吟诗后，请牧师祝祷圣诗394首，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息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请坐。